鄉親啊，你捌去過彰化縣的秀水鄉無？佇迄個淳樸的鄉鎮，有田地、有古厝、有廟寺，有傳統聚落生活風貌，嘛蘊藏着人情的溫度。自細漢佇彰化大漢的元豐，兒時佇家族的塑膠社出工廠上班，暗時變身做咖啡廳的頭家。伊甲曾經到北部左榮奎太太無定期來辦桌，嗅會到地方的活動，期待會當吸引人潮來到秀水佚佗。年輕世代的創意的發想，唔但互老厝彰顯風華，嘛串聯在地資源，帶動着周邊產業的發展。小鎮創新的系列報道，今仔日到彰化來看秀水鄉的青年安怎一點一滴來改寫土地的故事。把小時候的回憶，把廟會活動一些的吃喝玩樂搬來我的三合院做舉辦。在那一次，然後發現秀水的不一樣。透過板的也跟不認識的人做了一個新的連結，然後彼此分享故事。來這邊的人，我相信他們都可以留下一些東西，或是帶一些回憶走。彰化的每個人，大家都默默的在用自己的方式宣揚這片土地，我覺得超棒。暗時遐個正聲互靈，人民隨心甲舞動，一盤一盤菜色芳上桌，笑聲含風聲的交織，簡單畫出秀水獨有的風景。我覺得因為可以跟一群陌生人吃飯很棒，然後可以唱歌啊，然後什麼都可以聊，就可以認識新朋友，然後超級舒壓。對，小孩丟在家裡來這裡嗨。第一次來，我覺得在這裡我就很開心，很自在，還蠻好玩的。因為我已經沒有印象我在什麼時候吃過這種流水席。我認識他，他又認識他，然後大家又嗨在一起，所以就很開心。如果有下次，我想帶朋友來。會啊，拜託，我想要帶我美國男友來體驗，很開心。因為平常就是沒有這種比較 local 一點的活動。我跟主就是第一次的時候，我們都是一個人來吃，然後就認識到現在。對，我們從一桌變2桌，到現在3桌了。真的能在這個場合認識各行各業朋友，是真的很開心，不然平常都沒有機會。彰化秀水的這場流水席很特別，現場有17桌，170位民眾。這裡沒有喜宴，也沒有任何慶典，大家僅因為一座三合院，讓彼此的緣分被串在一起。三合院在現在這個社會已經算是一個很少的存在，然後又有人可以用三合院來做一些有趣的活動，更是少見。所以覺得就很多人會覺得，這件事情好像還蠻有趣的啊，很強，又有這種還蠻創新，所以就很多人就會覺得，不如來這邊一試試看。而且我覺得我的活動的品質啊、收費都還蠻划算的，因為我覺得我沒有成本壓力。元豐是彰化秀水塑膠射出產業第2代，伊唔甘看到祖厝正聲互靈芳遠去，除了甲舊厝改造以約制的咖啡廳，馬上不過是佇咧遮辦桌，邀請網友做伙體驗裝開人情和風景。一開始我不是做辦桌的，我一開始來這裡只是客人而已，但是老闆說他有辦桌的需求，然後也知道我蠻會煮的，那我毅然決然的就答應了，但蠻後怕的，因為根本就沒有辦過桌，我也不是做辦桌的人，對，但是我們就秉持着一個演什麼像什麼，我們去揣摩小時候的風情啊、味道啊、菜色啊，盡量去復刻我們小時候的回憶。其實來這裡辦桌雖然很累，但是其實他那個心情是很放鬆的，因為很好玩吶，其實很好玩吶，對啊，看到很熱鬧的場景啊，我們玩出不一樣的花樣啊，不一樣的可能性啊，其實是很開心的。開始就是從6桌開始辦的，然後覺得大家有個作品出來了，大家就覺得在三合院吃板的就是一種很傳統、很有趣的氛圍，然後就漸漸的就從6桌搬到10桌，搬到12桌、15桌，到現在的16桌，甚至到最近這一次就是搬了17桌。我們就是不斷的在測試壓力測試這個場地到底可以容納多少桌，就是一個有趣的事情。7點可能再晚個5分鐘或10分鐘都要準備吃飯了，好。可能有些
些人的阿公家、外婆家就是三合院，因為以前小時候可能沒有電視，沒有什麼娛樂，大家就只能在外面泡茶聊天，在這邊嘻嘻哈哈，可能就是一種復刻吧。我覺得這種復刻感覺讓大家小時候的生活體驗可以再重現，然後我們長大了可以這樣，像老人家一樣在那外面泡茶聊天，講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一些彼此的瑣事，想說把我小時候玩過的東西、體驗過的回憶，再把它重新復刻，就是想要做一種共鳴感，借這個共鳴，然後讓大家可以有個回味吧，這樣可以讓外地第一次知道秀水的人，可以第一次過來這個地方，算是一種附加的價值，來這邊的人，我相信他們都可以留下一些東西，或是帶一些回憶走。晚會牽手新聞，把中華做伙這片工會。2020年因為疫情爆發，伊選擇回來到故鄉中華，和晚會緣分嘛，會才開始。我那時候回來的時候，他的好朋友跟我說，如果你覺得彰化很無聊，可以來晚風，晚風很好玩。然後我就認識晚風了嘛。然後就是有開始陸續參加，就覺得真的蠻好玩的，而且他的想法很算比較傳統，他就會想要這裡的東西跟他小時候的什麼做結合，像是布袋戲，然後爆米香，還有就是一些傳統的文化記憶的東西，他都會想要做結合。然後我就會覺得，因為我自己也拍紀錄片為主嘛，然後也有文化相關的議題，所以我就覺得參與起來會比較接近一點。而且他明明就是一個高高大大的大男生，然後沒想到這麼細心的會去，比如說那個收音機會把它修好，然後電風扇會把它保留起來，就覺得一起參與其實也是不錯的。後來就因為結婚了嘛，所以你就得要一起在做這件事情，很認同他在保存這個老房子的一些東西的時候，就覺得沒想到他還有這麼可愛的一面。隨這座正成互能將即馬拍開知名度，報名參加食隊朋友哪來哪濟，在咧這唔那是食飯，更加互成婚的人建立連結。之前板德的話，都會有很多單獨的人自己來報名，然後我老公就想說，那把單獨的人全部排在一桌，看有沒有機會有什麼姻緣出現。沒有，但大家後來還是有私下還有在聯絡。對，那我覺得要變成一個感情的狀況可能有點難，但我覺得讓陌生人變成好朋友，其實就很難得了。我們結婚派對那一天有特別從澎湖來為了唱歌或是給他個祝福，對，然後會蠻多，有時候會有一些外國人來，可能就剛好在台灣，然後想來參與一些台灣文化的東西，也會很好奇說，台灣的三合院還可以做到這些東西。電子火車業者梁培清投入行業40多年，過去一個月的收入幾50萬，嘛親身見證產業會現象中漸漸失去。不過在這片多好的機緣之下，伊拄到官方的創意想法，以外匯這份實用產業注入新的活力。之前我在做這個行業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說，它是在變成現在在復古了。然後很多活動，我覺得很新鮮。他們說，你有看過？我說年輕人這麼會玩，一台電子琴車讓他們說2支麥克風、3支麥克風，可以玩得瘋起來這樣子。我覺得說，哇，現在是真的是沒看過的啦，說真的是緣分啊！當然，我也是蠻幸運的，讓他們看到了，不然我本來這個已經做了蠻沒落了啊，這就是慢慢的讓它復古，又活力起來，覺得做起來剛剛新鮮感很多。有100多年歷史的張建恆掌中劇團，見證台灣布袋戲的發展路線。第4代陳惠秀接棒了後，如何在咧傳承求新的變化，正做以新擔的文化使命。第一次接到我們網紅邀請的時候，其實我有來場看一下。我當時其實有一點，覺得這個地方到底是有人要來看戲嗎？就是這個時候在這偏僻，很害怕說，特別是到了我結束之後，其實看戲人沒半個人啊，沒有人。可是讓我驚訝的是，因為全部人基本上是年輕有小朋友沒錯，但是他全程參與到結束。因為我們演出的是我們的走向比較是傳統的布袋戲，
觀眾朋友認知的那種布袋戲，可能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廟口一台貨車啊，一個布景就可以打開演出，所以它有別不一樣的演出形式。那又配合這個三合樂，其實有點也是跟廟口一樣，有點古色古香啊。那觀眾朋友就會認為說，他沒有看過這樣的形式布袋戲，那他願意去欣賞，希望把我們這種表演藝術可以讓更多人知道。當然是我們年輕人接手之後，就希望說怎麼樣再把以前那個年代沒有靠咧看戲的人慢慢可以把它再找回來。將銀園和布袋戲別個再只是廟口的記號，嘛喚起人民對傳統文化共鳴。地方之間延續的，唔但是文化傳承，更加有對後一代的守護和關懷。馬興社區於2019年開始推動離校課後的照顧服務，陪伴弱勢家庭的囡仔大漢，嘛成立馬興社區戰鼓隊，互因佇咧故鄉內底建立自信，找到人生的方向。剛好有一次看到他們就是在辦活動，然後在徵表演團體，然後是希望跟在地文化台灣傳統文化有關係的，然後我就想說，不然我問老闆看看好了，然後就跟老闆講，然後老闆就也很開心邀請我們來這邊表演，然後我們在那天就是演出了1個多小時的劇場式的表演，然後大家那天都蠻開心的。其實我們一直希望說可以把我們馬興戰鼓發展成一個可以說是專業的劇團，對，然後可以就是朝向這個方向去做演出，然後讓就是更多人認識我們，然後也讓小朋友是在畢業之後，高中畢業或國中畢業去他鄉、去別的鄉鎮的時候，可以願意再回來這邊，然後繼續做演出，然後把這個傳統藝術繼續傳承下去。也希望就是透過戰鼓啊，然後南管或者是八家將、關將手，然後讓更多人認識秀水，然後讓更多人認識馬興，然後也讓就是全台灣的人知道馬興戰鼓這個東西。除了宣揚傳統文化，官方嘛積極協助在地的新創品牌現工，幫助因提升能見度。彰化味特調是我們把彰化的食材放進去咖啡裡面，例如麵茶是鹿港的名產，然後我還有用北斗的香菜，還有花壇的茉莉花，這些都是最大的產地。然後透過這杯彰化味特調跟大家分享我的家鄉，然後用這杯有故事的咖啡串聯起人跟人，還有人跟土地的關係，這樣。還有用我們現代人很少接觸到的板的，再把人拉回小時候，透過板的也跟不認識的人做了一個新的連結，然後彼此分享故事，然後我們也分享我們的故事給這些人們，然後做一個串聯。我覺得這個是現在人的生活很缺乏的。本來就是鹿港人，所以我的很多東西，我的很多創作是以鹿港為出發點。就是鹿港其實有很多傳統文化，所以我自己就是可能就觀察一些傳統文化的部分，然後有看到一些可愛的東西，然後就想要把它用比較年輕的方式讓大家喜歡。官方的地方創新路程其實並無行得真順利，當開始佮隱瞞處理的人，下班了後才當進行正常互能的改造工程。我有一遍我就出去啦，去修理機車。那老闆就甲我講啦，伊講，恁遐吼醫生吼有一間咖啡廳呢。哦，阮女兒吼對台北專工來啦，嘿嘿，迄個時陣我才慢慢知影講，安尼伊安尼吼台北啦，安尼種個所在人嘛攏來啊，嘿嘿。就感覺講本來一舊厝都舊舊，都看起來不怎麼樣。伊有法度佮家做甲安尼，好像安尼有一點小小的起色，因為敢若嘛改袂歹啦。看到阮員工伊安尼，一點一滴的安尼慢慢啊，安尼用安尼家用起來，互人會當安尼一寡吼，佮回憶較早的小時候迄種去阿公阿嬤兜食拜拜迄種流水席的感覺，開心安尼。我覺得，一直以來彰化都有一點。沒有被看見，但彰化其實很美。我有時候會形容說，彰化其實像一個外表沒有那麼漂亮的小女孩，可是她內心有很多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後設計展是一個，我覺得晚風一直在做的也是一件事。彰化的每個人，大家都默默的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宣揚這片土地，我覺得超棒。
佇製造真辦的秀水鄉，少年人陸續離開，放舊厝點點啊起放，啊一場一場辦桌文化，讓千份人行入正成互靈，嘛讓人聲閣一擺回到這，到這煞人走了，舊厝的故事繼續寫新的篇章。